观众早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5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资深的演员凌小华，昨昏传出伫高雄拍片，煞昏倒伫高雄北五大楼伊的日租套房内底。工作人员赶紧甲伊送病院，也毋过救无转来，食到68岁。吉顶是外口气氛严肃，主持演员梁少华最近对剧组人员落南高雄拍片，10时暗时，互工作人员发现伊昏倒伫高雄北五大楼民宿内底。救护人员到位进前已经失去生命现象，送医抢救了后宣告不治，享受68岁。警方初步检视，梁少华无外伤，现场也无受拍昏热，会由检警会同法医调查死因。家属甲经纪公司伫接到消息了后，已经赶到高雄处理。搁临时取消记者会，今日会搁对外说明。伊是伫房间内底倒的，因的剧组的人做的啊。梁少华走跳演艺圈40多年，目前一摆入围金钟奖。2013年以喇叭红的悲喜剧得到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2019年入关以菜头家的自闭得到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佮把真一摆表示家己活到老，演到老。这恐惊我无法度拿答应。伊的戏剧作品有将近100部，演艺圈的朋友拢发文表达对伊的不甘。高雄市长陈其迈也伫面册表达遗憾，表示梁少华好亲像是厝边的兄哥，拢是将各种角色演到活灵灵，致力献身予表演工作的美丽人生，上潇洒的背影会永远留伫大家心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汉光演习目前当地举行，战机伫屏东的嘉东准备跑道起降，伫今日透早6点半进行。IDF 建国号 F-16V 幻象2000战机，也有 E2K 预警机，一只降落，这嘛是嘉东的战备跑道头一届使用。汉光演习嘉东战备跑道战机起降，今日透早进行，会当看到建国号 IDF 也有幻象2000战机。E2K 预警机降落，嘛有进行加油、挂飞弹的作业。经过指挥台了后，才阁起飞。这是汉光演习当中头摆启用嘉东的战备跑道。军方是表示讲，全台湾的战备跑道，即马敢若剩嘉东的战备道也未使用过。今日透早启用，一切顺利，嘛通找出问题，通好来改善。来关心汉光演习，即马当地进行。国军第2作战区昨昏是进行暗时机动演练。另外，陆军伫关岛的指挥部嘛伫淡水河安排战车、分马装甲车，模拟敌军对淡水河入侵咱台湾。那第4作战区昨下晡嘛伫台南演练，防止敌军入侵。但是透早4点，官兵驾驶 M60A3 战车，黑暗中伫花莲的台九线公路上来回，展开第2天汉光演习。国军第2作战区实施夜间机动演练，出动 M60A3 战车、CM21 人员运输车、甲轻型战术车24台，涉暗乌着成暗号，赶去战术位置。人车到了后，随由其贵重冒防卫看机会，将被暂付伫阵地4方位的敌军，防止敌人进入花莲市境内。陆军干道指挥部伫淡水河部署 M60A3 战车、分马架车，北角炮顶兵力展开作战，模拟敌军想要为河口进入大台北。军事专家分析，敌军就算顺利为河口上岸，大多数毋是重装战车，国军战力会当反制敌人，也毋过今年受疫情影响，简化真侪演练停输。淡水渔人码头这边算是一个凸体，那凸体的话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在海面上来讲，它是一个制高点。那其实你只要能布防少部分的兵力，其实它的射界就很宽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加强步兵班的步机枪火力啊，甚至给它配备反装甲飞弹、火箭、云豹甲车面对当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啊，试图从淡水河口冲进来，能够达成快速的让敌方的这个轻快兵力能够在河的两岸受到两岸的这个火力的夹击。大日头下，工兵伫台南的喜洲海埔利用大型乌头机乌防战车崩坑，架设钢刺甲、肉粽架，一言组织实施，也阁利用废弃的蚵仔架当作暗号。第4作战区演练阻绝设置，防止敌军登陆进环。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咱受西南风影响，加上低压带，伫中南部有局部地渐雨，咱做伙看云图。
今日日是伫中南部、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会落西北雨，嘛爱细日这雨会较大阵。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1度至33度，日时的是会较后有热。若拜五、拜六水气也是袂少，也毋过礼拜二到后礼拜二中秋的连假天气就袂歹，有机会会当看到圆圆的月娘。来关心新竹县尖石乡高台山发生一件失踪案。这是桃园市一个30多岁查甫人，9月11日时，甲伊的朋友做伙去遐骑越野奥多摆，全失踪去，已经走找几若天啊，也阁无消息。伊的朋友即马有募37万的赏金，希望大家会当倒找。也毋过救援人员是表示讲，高台山迄个所在路况不明，大家千万毋通家己去。隔天就是台风天刚来，而且到了10点多以后就下了非常大的雨。那会造成很多的足迹、很多的线索都有可能因为这场大雨，然后就让我们搜寻不到，然后造成我们的搜索的困难。嘛是伫新竹，这是新竹县的尖石乡发生水崩山，当地民众甲学生囡仔拢已经撤离。这段时间囡仔是爱四川去附近的国校啊上课，因为放落来土石可能爱用1个月时间才有法度清理好势，伫清的过程嘛有可能会骨崩。港牛机入来动工，毋过溪水一直钻出来，路过引起安那嘛挡袂掉。发生伫13新竹县尖石乡邦头以外，土石甲白河溪规个塌掉的，溪流改向冲去车路甲面街，即马处理起来真麻烦。乡长阁烦恼清修过程，惊个发生危险。是不是因为清除了以后还会有落石来坍方？所以我们会在施工的时候来继续来观察。我们也交代责成我们所有的工程单位能够注意施工的一个安全。虽然灾害发生到即马，山壁无阁继续崩塌，毋过抢修也是爱一再小心。目前施工单位是先进行河道的引流，一定爱1礼拜才有法度恢复路面通行。领96000立方公尺这土山，乡长保守估计都爱1个月才有法度清除淡沙，都是因为这个灾害范围真宽，又阁熊熊发生的。山壁崩来惊动附近的居民，秀兰国小的师生也是紧急逃走，场面是非常紧张。赶快走！目前全校包含幼儿园80个师生暂时伫电波分校做伙上课。我们本校的学生数比较多，所以原来的教室让给本校的老师上，那他们就移到另外一区。所以这个就是短期的安置，不会是长久之计。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河道整治完了之后，我们就会从分校搬到本校。学校是讲教师的分配、教学进度拢无受影响，毋过什么时阵会当转来原学校上课，都要甲教育部这个单位讨论，确保无安全问题，才会当执行。毋过到底什么时阵，学校方面也无确定，紧食1礼拜，慢爱1个月，甚至爱阁延长。记者综合报道。再镜头来高雄市的桃园区真无简单，才清出一条便道，也过顶一日风台来，便道即马又阁害去。昨昏伫梅兰明崩坑嘛有崩山，即马甲崩坑口塌掉咧，有400个民众掉伫内底，无法度出入。公路总局是表示讲，因会赶紧去处理。土石一直为山坪触到梅兰崩坑口，到14崩坑口已经完全塌掉，根本都看无入口伫倒。高雄桃园南园公路100公里的梅兰崩坑，好亲像受到风台影响，这2天一直有土石落落，致使着交通中断，也互桃园区复兴、马夫兰甲梅山3里，拢总384个居民无法度出来。希望政府赶快抢通这个道路。交通又个中断，互民众真困扰。好佳在大部分的居民伫风台前，拢也阁有买物件。卫生所原来有医师留伫当地。卫生所的主任已经先行到我们的老夫浪这边驻责，因此呢，一般的这个小伤还是还可以到老夫浪这边就诊。虽然居民暂时安全，不过南园公路事故真多，正是无简单抢通的民巴克路便道，12口土石流砍去，刷来自梅兰崩坑14口土石塌去，所以业伫中央的复兴里，不管路南还是上北，拢无法度出去。搁较山区的拉夫兰甲梅山，同款因为南园往台东的方向已经无开放，同款进退两难。在下午的时候还在持续的下雨，那这个边坡也持续还在坍滑当中。
那我们是希望，如果等到这个边坡稍微稳定一下，希望明天早上可以进去来做一个边坡跟摊方土石的一个清理工作。除了磅空爱赶紧抢通，公路总局这几天啊嘛拍拼伫咧抢修民霸克路便道，希望争取伫20前通车。不过公路总局嘛坦白讲，实际上进度也是爱看气候状况。硬做这几天啊无土石流，无定着会当提早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韩国政府认为 Google 利用伊伫 Android 系统高占的地位，阻碍竞争对手发展。昨昏对 Google 罚2074亿韩元，大约是代票49亿。这嘛是 Google 最近伫韩国第2届大失败。来关心联合报 ，BNT 的预防针9月23要伫学校集中注射。台北、高雄、彰化真侪县市，即马回收的意愿书有9成的家长拢同意互囡仔注射，也毋过嘛有家长即马也咧丢毒。亲像是台中市就有超过一半的学校讲家长也搁咧想，台中市长罗秀也是认为互家长想较斟酌的，这是事上的代志。来关心中国时报，去年合格年武摕到证照的人数，伫查甫的是有224个人，伫女性有7567个人。配合行政院性别平等会议的决议，劳动部按算明年开始，这张证照无要叫做年武的证照，会改名号做托育人员证照。若摕到手的，唔免改名，同款有效。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农委会即马宣布讲要暂停用喷饲猪，是暂停1月日。甲呾已经过半个月啊，农委会即马打算对10月份开始要有条件开放。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甲立法院副议长蔡其昌做伙去视察中部的渔港，了解建设的状况。不过，因为烦恼非洲猪瘟透过饲猪的喷来传开，农委会宣布紧急暂停用喷饲猪1个月。目前实施半个月了后，考虑部分的饲猪互因的生活，所以按算为10月份开始有条件开放用喷饲猪。饲猪场的猪，若是伫199只以下，也是持续禁止用喷饲猪，而且会辅导因转型或者是退场。也若是饲200只以上的饲猪场，若是会当落实用90度的温度，甲喷持续下1点钟等等的规定，就会当有条件开放用喷饲猪。199头以下，总共2101场。占整个全国的在养头数大概只有2.6%，所以它的头数其实百分比非常的少，那并不会因为而影响到整个我们养猪的这一个供给。大家中共调讲会持续沟通，才来对外宣布。到时若是规模较细的饲猪场想要退场，会提供优惠的奖励，而且会优先处理高风险的饲猪场。也若饲猪协会认为讲，台湾的猪已经9成拢食饲料，辅导细间的饲猪场转型或者是退场是一个方法。也若规模较大用喷饲猪的饲猪场，只要有摕到官方检验喷有合格证明，是无理由来禁止。它原来设备是吃所语的，我们会补贴它去改吃饲料一个设备的改善的转型。养猪户只是说是顺势帮忙解决部分的环保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所谓的集中处理厂，根据政府的要求来做这个资源回收，在加热处理的一个过程。台湾有2%的厨余是透过猪处理掉。今天为了防疫的需求，也许暂时性的去缩小，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厨余转做饲料系统进入畜牧业是一个环保的一个处理路径，另外它又可以支持一个另外一个产业。学者认为讲，应该找出用喷饲猪更较安全管理的方法，因为直接禁止可能会造成循环经济长期等负面影响。嘛认为讲，亲像日本是甲喷集中来处理，完整来管控的模式，所以显示用喷饲猪伫好的管理之下，是会当持续进行的。记者综合报道。那今年5月份，本土疫情滚价，实施3级警戒以来，做饼业者市草拢真歹。要挖中秋啊，业绩随风区淡薄起来，有叫起来2成，也毋过原物料起价，业者嘛是做甲哀叫。离中秋节敢若剩1礼拜，高饼业者抓时间赶货，希望会当加淡薄业绩。毋过受到国际海运一甲原物料起价影响，月饼类嘛是同款受冲击，有一寡店是直接起价。安尼话是家己吸收。豆沙类啦吼，有诶无拢起2成起。你若正经若搁起，阮嘛是会微调啊。阮袂讲一届要起到偌济迄落，阮嘛是爱，阮家己有才承受诶迄落啦。因为即马工资，你嘛知嘛足贵诶啊。
根据中华民国高饼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统计，今年5月疫情3级警戒以来，高饼业业绩6%成，传统大节日中秋节买起有小可悬2成。疫情后消费行为有较保守，再加上今年米粉起5%，鸭卵一粒为6块起到8块，奶油甚至起5成，互业者强要支持不了。运费的涨价哈，然后整个包材也涨价，原物料也跟着涨价哈。还有这几年的人力成本也都增加，所以业者呢这几年都比较，这个经营的比较辛苦哈。所以今年部分的有些价钱单价比较低的会反映成本，然后微调，整个单价会微调哈。业者是讲，以往公司行号伫中秋节前2个月就落单，今年毋是用礼券代替送礼，都是拖到最后才会决定购买。因为政府5月券赶袂赴中秋节前发放，糕饼业者面对消费较软，原物料阁起价的双重影响，敢会当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也有3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这2个本土病例拢是甲新北市幼稚园群组感染有关系。另外，为病疫中风师傅翁仔某，即马确定嘛是去挖到 Delta 这款变种病毒，而且甲幼稚园的群组感染是同一只病毒。国内新冠疫情14新增加5例确诊病例，指挥中心表示，分别是2例本土、3例境外移入，2例本土拢是新北幼儿园规定小学的居家隔离者，按16204、按16205，分别是30多岁男性，也甲未满5岁查某囡仔，拢是做伙住的家属，因为有幼儿园相关接触史，9月初6可列做居家隔离对象，其中按16204第12出现发烧的症头，2个人拢由卫生单位安排采检确诊。16205。那跟16204，这2位那都是本来在匡列的里面，所以并没有持续向社区去扩展，那都在控制的范围之内。这届新北幼儿园规定小学确认感染到Delta病毒，也扩大到邦桥某一个社区。就连去社区做装潢的翁仔某，嘛是感染到Delta病毒，甲幼儿园确诊者同款。指挥中心研判是同一个事件。整体幼儿园的这个序列都跟我们过去国内的境外移入或者是本土的群聚，主要就是屏东还有桃园机师的这个相关的群聚，以及我们所有的境外移入的 Delta 都是不相同的。之前有讲过，这是一个在我们国内全新的 Delta 的序列。另外，国内第8轮疫苗10时开始做，以第2期 AZ 疫苗为主，也互外界烦恼第2期莫德纳疫苗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开放？因为全台湾已经差不多300多万人做完第1期，对这但是中时回应疫苗到货时阵就会赶紧开放。那现在其实莫德纳开打最大的开打的应该是在7月1号嘛，7月2号。所以7月、8月到现在9月所以接近大概是9月中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有这样的莫德纳到，我们会尽快开放给打第2剂。国内到9月20也维持2级警戒，也互民众关心是毋是会持续放令，还是会因为这届幼儿园规定小学事件会变较严。对这但是中是讲，并无变较严的准备，颠倒有可能会小可放令的做法，不过还搁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昨昏是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这2个本土病例拢甲新北市的幼稚园群组感染有关系。家姐拢是伫居家隔离期间互验出阳性，所以疫情也咧控制范围。目前这个群组感染相关的案例已经累积32例。另外，伫新北市禁止伫餐厅内底现食，进前是宣布讲要禁止到9月15今仔日，敢袂使开放啊？伫今仔日会正式对外宣布。若新北市政府嘛宣布讲，伫新北的学生囡仔自 BNT 预防射了后，是踮厝内用线顶上课上2天。毋过，若是真正无爽快，嘛是会使请疫苗假。新北幼儿园群组感染案拖到社区大楼甲汤圆，则是新北市增加2例伫厝隔离中阴转阳，可能接触者16人，到目前累计有32人确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匡列隔离，所以不具有多大的一个传染力，都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至于这2个人以外，我们列管数是790人，本日可解隔是7人。同一天，台北市无增加个案，有一个警花迄日为美国入境注过2剂 BNT 疫苗。台北市所市场愈员工确诊，可能36人 ，PCR 拢是阴性。
新北校园 BNT 疫苗后礼拜开始做，新北市宣布做完了后，伫自线顶上课2天，若讲有无爽快，会当继续清疫苗卡，无日日出缺勤记录。台北市无地咧做，学生会当清3天疫苗卡，有需要会当使用线顶教学。实施线上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老师随时可以掌握并关心学生的身体状况，而且每一堂课都要关怀，若有紧急状况，要立即进行通报及处理，来兼顾学生的健康与学习。有3所学校，他们有提出说，接种完疫苗之后，有一个学校先做1天的居家授课，有2所学校他要做2天的居家授课。第1季的接种。我们就先以目前这种方式来处理，需要请假的那就请假。因应德尔塔侵袭，新北禁止餐厅内容到15。校友义讲，疫情稳定往好的方向行，要开放也是禁止15的说明。中秋烘肉新北市公有的所在一律不开放，无鼓励也无支持家户内烘肉。台北市和平公园禁止烘肉，不过电话卡会当烘肉。北市提醒烘肉时阵爱刮喙暗，食物件去厝内底食。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进行5月光嘛要起过，9月2日会当开放登记。政府是鼓励民众把所谓5月光。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讲，即马有40间银行、金融机关有参加，是真利便。另外，各部会嘛有推出好康来3天，亲像是客委会就比较旧年，客家旅游券即个金额是500块，数量会当增加到40万份。客中 Give me five。客家委员会配合行政院振兴措施，推出客庄券2.0。客庄券2.0每份500块，比去年龙湾客庄旅游券每份800块金额是较少。不过今年总共有40万份，比起去年的28万份是较济。而且今年是开偌济扣偌济，免像去年要以100块做单位。我们总发了40万份，接近2亿。我们预估这个2亿，我们可以带动地方的一个产业的提升，地方的经济的活络，可以带动地方的产值16亿。去年的龙湾客庄旅游券就无实体券，采用数位发行，今年嘛相同。外界烦恼数位发行可能有部分民众不晓用，客委会讲，希望会晓用的人，甲规家伙仔拢带来客庄佚佗，而且数位客庄券使用是真简单，业者反应嘛真好。以前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数位券我们会蛮恐惧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上面的时候，核销上面还有收券上面，我们发现，我不用一张一张去收，也不用一张一张去点。客庄券2.0为9月2日开始登记，但是抽签甲发券的日期，阁要配合行政院5月券政策的时间，才会当作决定。目前暂时决定开放使用的时间是11月中到明年4月底，会使伫全台有客庄券标准的店头使用。记者郭炳章随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6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098例。中国的病例有95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2000例，伫日本即嘛是超过16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200万例，印度是超过33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729万例，法国是超过699万例。来关心普丁，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因为伊身躯边有人确诊，所以对昨开始伊爱自主隔离。普丁表示，伊嘛要趁机会来看因的国产预防车史普尼克预防车敢有路用。若克里姆林宫是发出声明，讲普丁即马身体健康。9月17日，要过69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普丁在隔离当中已经做过2剂因家己研发的史普尼克疫苗，透过细心说明家己情形。Связано это с тем, что в моем самом близком окруж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о человек заболели. И один из эти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это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работает со мной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близости, он был вакцинирован, у него титры упали,
Но он ревакцинировался,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поздновато. Я накануне общался с ним целый день, очень близко,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го дня. 克里姆林宫表示，普廷体检阴性，佢讲伊绝对健康。伊伫隔离前一天有真济行程，甚至伫接见帕文国手时，讲家己特别隔离了，因为身躯边有真济人破病。迄个时阵，幕僚對外表示，普廷只是凊彩講講的，第一天佫堅持無人有健康上的問題。Э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эксперимент.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 реально сработает на практике спутник Ви, потому что титры у меня, так по общим данны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сокие. 为形容阿富汗情势对地区安全的影响，普廷原定这礼拜去塔吉克参加会议，即马取消行程改做视讯。伊平常时真少挂翠安13加叙利亚总统阿塞德伫克里姆林宫会面，两人佫斗阵翕相。公司新闻黄文玲分析。嘛是咧中国即马是出手地亚洲房地产。有风声讲，恒大集团特别倒大，那下边的投资公司恒大财富嘛传出纠纷，投资人拢走去包围总部抗议。中国恒大集团所属的恒大财富伫深圳总部的大厅，13组织差不多100个投资者，要求爱恒贷款也甲赎回理财商品。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杜亮，互示威者围条的坐伫涂骹，互人记嘟嘟大声骂。因为伊坦白承认，早伫5月底就将家己投资的1000万人民币，这理财商品全部赎回套现出场。虽然强调是家己厝内有急用，不过大家大了钱真生气。现在几盘都可以骗我，骗了1分钱都没有，你们的息都让狗给吃了吧？恒大财富所属的理财商品9月初8出现违约无法赎回，伫全国各大城市出现小张领钱也甲示威。杜亮13强调，公司的基本面良好，毋过面临监控问题，无法度一下行400亿的理财商品，所以提出3种方案，予投资人来选，包括现金分期赎回，也甲用实体不动产抵扣等等，毋过无法度得到投资者的信任甲接受。已经几千万逾期，到现在也没有付款。我现在就是要求到期的解付，对，然后没有到期的，希望他们给一个就是时间到期能够保证让我们解付，要有安全感。中国的房地产长期以高负债，用真少的资金买厝地，当局去年开始强烈压价房价，所以业者资金调度困难，销售卡条的。恒大集团债务累积达到1.97兆人民币，13股价债券大落，也佫传出要破产重组。若安尼恐惊伫全国会引起真侪人失业，也甲系统性金融危机。不过恒大是讲这是风声，强调会履行责任。其他的第三商也面临同款的流动性问题。广州时代日报是报道，今年截至9月初5，中国拢总有274间房地产企业宣告破产，平均一间倒一间。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捌伫阿富汗做副总统的杜斯坦，伫塔利班掌权了后，伊嘛逃亡去海外，即马伊的别庄已经互塔利班占去用啊。清查真简单，牙清的这个塔利班战士坐伫高级碰椅顶，后壁是真水的水缸，内底佫有珍贵的鱼仔。这个所在是阿富汗副总统杜斯坦伫喀布尔的高级厝体。塔利班掌权了后，伊逃去海外。所以，互塔利班因建设着前领导阶层过甲遮尔富裕，塔利班讲这都是阿富汗官员多年来贪污的结果。برای ما کوه تو جای مجلل برای ما فرق نمیکنن چون که عقیده ما با تربیه اسلامی هستن. ما اسلامی هیچ چیز را نمیخواه که ما جای مجلل باشیم. او خود در قرآن هستن. خب جایی که اصلی است و دنیای فانی است. اونجا ما جای اصلی داریم. اینجا جای بقا و اصلی ما نمیپنداریم. 甲朋友写形象差真济，还佫有塔利班战士去喀布尔游乐园耍的情形。塔利班伫8月掌权了后，这个所在差不多拢无游客。虽然展现比以往佫较温和的形象，不过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无确定塔利班会安怎治国。فعلا که ما نمیتونیم اوضاع را پیش بینی داشته باشیم چون هر لحظه اوضاع افغانستان در تغییر است. امکانات بهتر شدنش هم هست، امکانات بدتر شدنش هم هست. ما امیدوار به این هستیم که با آمدن دولت جدید بهتر شود، جامعه جهانی دولت جدید به رسمیت بشناسه. امیدوار به این هستیم. 会当确定就是阿富汗妇女的权益已经无啊。官方讲女性袂使甲男性伫同一个所在工作，一旦若是有效，妇女想要担任公职、银行还是媒体这个职务，恐惊拢无法度。Men and women cannot work together
and that is clear. 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come to our offices and work in our ministries. That is also very clear. 在这个同时，一台巴基斯坦国际航空的商业班机13平安降落伫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是塔利班接管以来头一班国际商业航班。或者想要走袂赴走，还是讲无特殊移民签证的阿富汗民众，带来一寡希望。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首相强生是表示，防疫战也未结束。英国的疫苗委员会嘛建议，第二档预防射注射半冬后，身体较烂的民众、第一线医护人员，也有50岁以上的人，拢应该注第3档。来关心美国的联邦众议院，按算伫后礼拜要审查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国会即马是建议讲，美国的国防部应该邀请咱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强化两国的军事合作。来关心联合国的大会，伫今仔日开始开会。英国的媒体每日电信报受开咱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文，内容是呼吁联合国爱停止排除咱台湾，爱互咱台湾会当伫国际上对全世界做出贡献。最近一寡欧洲的国家拢有关预防射互咱台湾，那咱台湾的国发会主委10月份的时，嘛要带咱国内的产业代表组团去斯洛伐克、捷克甲立陶宛这3个国家访问。另外，立陶宛要伫咱台湾设代表处，引起美国访问的时，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嘛有专讲用台湾美甲因款待。捷克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了后，台湾甲中东欧国家关系真好。最近有真侪国家送咱疫苗，外交部宣布依照政府的经贸战略，伫国发会顶部会合作下，10月20由国发会主委景明显带团，佮加上国内优势产业、资通讯、电动车等65人，坐包机前往访问斯洛伐克、捷克甲立陶宛3国。所以这一次的讨论里面呢，除了刚刚讲的智慧机械、智慧城市之外，其他像是数位经济相关的、新创相关的，还有最近因为战略需求一直被拿出来讨论的生技方面的合作，也都是我们合作的重点。斯洛伐克、捷克甲立陶宛拢宣布送咱疫苗，除了感谢，也希望会当借由经贸访问团，强化甲欧洲国家的经贸交流。立陶宛除了设台湾代表处，要伫秋天来台湾设处，双方进度如何？外交部表示一切顺利。立陶宛内部相关行政以及法律程序，那我们会耐心的等待，相关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那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这件代志引起中国的不满，唔拿调回大赛，搁伫经济方面施加压力。不过美国甲国际拢有斗相挺，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则是敲电话予立陶宛的总理西莫尼特，伫立陶宛遭受北京施加压力的时阵，表达美国强烈支持。驻美代表萧美琴原来接待来华府访问的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搁将台湾夜市牛排烹上道，配有立陶宛国旗特色的三色豆，用台式的风采增加双方友谊。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技术进前去会着，即马风声讲有人惊技术人员是防疫空芳，跩敢骗上。技术工会表示讲，有技术跋着伤摔断骹，毋过无病院要收。另外，嘛有技术要抽血做检查，嘛互病院拒绝。指挥官陈时中即马是表示，会赶紧找出4间病院来做技术人员的专职病院，解决医疗需求。技术工会讲，最近因为技术去为着新冠肺炎的事件，历史技术这个职业去互点油做记号，去互做乌，甚至去互歧视，造成因后需要去互医生看的时阵，就会拄着困难。最近一个发行的技术，无说是为登记的楼梯跋落来，紧急送去病院，出去桃园某一间病院拒绝，无法度入院做检查。落尾敢若会当伫咧无任何检查的情形之下，直接控照膏、食止痛药啊。因若中央航空嘛有一个技术是慢性病患者，最近搁登去病院要做抽血检查，煞嘛是去互病院拒绝。走到台大医院的正门去，然后跟他们说明我的来意，然后过卡的时候就是有被标注是机组员，所以说他们也不让我进去，连门口都进不去，更不用说是抽血或者是看诊的。
技术工会表示，机组人员若是派飞，返来台湾了后，就要隔离检疫。若是伫检疫期间破病或者是受伤，根本就无病院愿意甲因治疗，从而演变做就医会有困难的问题。我们的健保卡上面都有注记，我们是机组人的身份，也有其他的组员因为长达1年半以上的时间，有牙齿部分的问题没有办法适当的去处理它，导致整个牙齿越来越严重，甚至拔掉了5颗牙齿。目前指挥中心已经甲工会讨论，针对技师就医有困难的问题。答应讲会伫1礼拜内解决，会协调专职病院提供机组人员检疫，甲互医生看。我们一再呼吁说不得拒绝病人，我们会来指定一些相关的医院来替他们做相关的服务。医院的名单还没有确定，希望在1个礼拜以内能够完成这个工作。另外，有风声讲，有技师的囝儿是社区有幼儿园寄载入去学校的代志。指挥中心答应讲，会持续甲大众来沟通，嘛希望外界唔通阁甲因点样做记号，嘛唔通做误任何较真正。记者综合报道。加上是咱做伙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2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570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超过4000例以上的所在有新北市，伫新北市即马是6921例，台北市有4862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7例，苗栗549例，嘉南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有207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6098例。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70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新竹市长林智坚进前是提出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互国民党是积极讲，这拢是为着明年的选举来铺路。总统蔡英文昨昏是去新竹巡视，林智坚嘛趁机会向总统讲伊的想法。总统蔡英文10时来到新竹，第一站来到国家太空中心。新竹市长林智坚甲民进党立法院总团总召柯建铭嘛做伙陪同。林智坚嘛趁致辞的时阵，顺续讲到大新竹合并的目的。关键的时刻台湾优先，产业优先我们应该要很深刻的来思考大新竹的一个重组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更有影响力。接落来第2站幼稚园，总统蔡英文除了了解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也针对新竹县市合并升格议题表示，新竹是全台湾产业上重要的所在，新竹县市合并是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重大议题。那这个确实是有关国家整体规划的一个重大的议题那我们除了要考虑民意的反应之外，我们在法制面的配套措施还有其他的因素的考量都必须有审慎严谨的讨论大新竹合并升格，市长林智坚主张县市合并，县长杨文科要点名合并，短时间内各界也未达成共识。总统的态度当尽关键，表达起来嘛相对谨慎。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针对新竹县市合并的议题，有学者是认为讲，新竹县市甲苗栗若准会当合做伙是上好的选择。嘛有学者是认为讲，即马咱台湾有6都甲资源拢食了，颠倒互无钱的县市愈来愈散。即马资源安怎分配，政府爱去思考。新竹县市合并议题继续拖烧，不但针对政部民政司长的学者季准新表示，民国39年因为族群考虑，苗栗县为新竹县独立出来。民国71年，新竹县市各分做2个，尤其苗栗县虽然有自然资源，也毋过财政无好。为开发发展来看，苗合并是上之策。因为苗栗县本来就是和新竹在一起的，竹子苗同一发展。那么对我们西部地区尤其是对整个工业区的发展会有贡献。伫这场探讨台湾敢是需要第7都讨论地方发展甲资源合理配置的研讨会上，真侪学者提起，直辖市增加为6都了后，原本期待带动区域发展的目的，其实不如预期。周边的县市变成越来越边陲，因为所有的人流、金流、物流、这个企业产业全部都集中往直辖市来发展，这样对于其他县市来讲是不合理的。
除了人口甲地方发展的主吸效应，学者也认为，即马财政制度和需要资源的散车管区得到较歹得到预算。县市跟直辖市不能够独后直辖市，它应该是一致化。另外，中央政府必须要注意到，比较偏远、比较弱势地区，必须要更加强补助。全台都是都，只要民众的生活像都一样。老实讲，我叫做直辖市，我叫做乡，我叫县。我身为一个民众，我不是那么在乎。学者建议政府应该加入国土规划的考虑，更需要各界深深讨论，让政策的形成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全国运动会10月份要伫新北市举行。乒乓这个比赛项目已经大成立比，东京奥运的选手林昀儒、曾智嫣也有郑怡静拢有参加比赛。昨昏进行团体小组赛，林昀儒的台北市男子团体，也有郑怡静的台北市女子团体，拢连赢3场，并入前4强。东京奥运会了后，头一届大型公开比赛，郑怡静伫全运会倒球女子团体赛上场，准讲比真侪场，伊坦白讲也是紧张。因为比赛嘛，有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吧，对啊，有点不太适应，然后希望明天能够更快的进入状态一点。为台南转户籍到台北已经满3年，郑怡静头一遍代表台北比赛，就甲队友伫小组赛少年赛拍赢彰化县、高雄市，也甲台南市，得到美组第1。伊伫东澳的队友陈思武所带队新北市，也是顶一届女团金牌，同款嘛是3战全胜，得到 A 组第1。若是4强过关，会伫决赛来对战。男团方面，台北市由林昀儒带队少年赛打败宜兰县、澎湖县甲新北市，一点都无失分，强势进入4强。因过3场比赛一个结束，林昀儒物件摕起来点点啊离开，无受访问。在会外赛一直有签球签名，他想要休息，他说也不签名，也不访问这样子。他有跟你讲对不对？有。就累了。对啊。当奥会过了后，持续活动，让林昀儒决定先回球场。不过，对代表新北市会当伫第2点甲伊对拍，15岁的林俊杰来讲，头一遍全运会会当对拍到，感觉真幸运。要很珍惜的打，就是，能遇到他就是很幸运啊，就是能拼就拼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打奥运。甲东澳国手过招，看前辈安怎拍，吸收经验，对更较少年的选手来讲是真特别，也鼓励家己要向奥运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休热结束了后，即马学校已经恢复上课，也阁有病院有医生是发现讲，开学了后，学生囡仔近视去找医生的状况有变较严重，有可能是疫情停课期间加上休热，囡仔拢在看电脑、甲看手机有关系。囡仔配合老师来检查视力，休热结束，学生拄开学这段时间，拢要来进行身体检查。病院就有发现，因为近视的问题，最近来病院的人较侪。COVID整个疫情之下，会造成说我们的户外活动相对于减少，小朋友长时间在家里做一个室内的远距教学。这2个重大的因素造成说，我们发现这1年来近视的比例确实明显的增加。有学校表示，目前伫学生的视力检查当中，确实有囡仔近视度数有增加，因为这个停课休热期间3C 产品使用过量有关系。学校嘛开始安排予囡仔目睭休困的活动。我们就会做早自修的一个活动时间，那做分流。我们1、2、3年级他就做健康操，然后4到6年级他们就会去我们的田径场，然后各班带着去健走。家己中间病院表示，家长应该要注意囡仔视力检查的结果，若是发现有问题，一定要找医生来了解，而且嘛要有使用3C 产品的好习惯，才袂让囡仔近视问题愈来愈严重。记者梁伟霆家己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这几天伫高雄是发现未少非法的业者偷走去深山林内偷倒废弃物，甚至个放火烧。高雄市的环保局最近是出动无人机，对天顶、对空中来掌握状况，嘛有顺利抓到人。
遥控无人机翕到这批竹篮雄雄庆出白烟，因为拢互竹篮砸着看无。这道出动着很凶镜头巡查，就看到一个红点，确定有人伫竹篮内底偷烧粪扫。整个地上的烧过的痕迹。环保人员到现场发现非法业者当咧烧建筑废弃物，这是今年6月环保局伫沼庆查缉案件，业者无执照，因拢趁半暝，甲废弃物载去沼庆山林内底乌白蛋，而且佮放火烧，附近社区学校拢闻到臭味。毋过因为米伫咧山林，无人机嘛翕无。出动着很凶，才知影因咧变啥网，最后业者互人罚10万。掌握可疑热点后，并于邻近道路及疑似弃置地点设置缩时摄影等，确实掌握非法弃置地点后，通知地检署。非法业者伫深山林内偷倒废弃物，手法愈来愈多。加在环保局有科技帮忙，双方斗先发，要是抓着违法。记者陈嘉文、赖维做高雄报道。疫情期间，真侪公共游泳池配合防疫拢无开。若伫后壁就有厝主整理厝内拍远无咧用的游泳池，透过媒合平台租予有需要的家庭也是少年家用，赚淡薄仔所费。热天若想要耍水，如果担心去海边或者是公共游泳池、海水浴场人伤多，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即马伫西班牙甲法国开始试行做私人的游泳池。Estamos buscando algo que no hubiese muchísima gente para más que nada para estar un poquito más protegidos y todo eso, tener que andar con la mascarilla todo el rato y pasarlo bien, sobre todo, ¿sabes? Sin molestar a nadie y que nadie nos moleste, básicamente. 真侪厝主甲厝内游泳池整理一个团体平台，互规个家庭或者是几个朋友少少的来遮耍水，照时间收费，厝主会当加一条收入，是疫情期间另外一种生理。专门伫咧出租游泳池的平台水面，2017年伫咧法国成立，目前伫欧洲注册用户超过15万，要伫西班牙甲德国拢有试点。今年5月，看准全美国超过1000万户的徛家拢有私人游泳池，积极开发美国的市场。People come here and they feel just as home. It's very relaxing, as you can see, a lot of seatings and plants and flowers. 收费的标准照游泳池的大小加奢华的程度，1点钟15到300块美金。有厝主一个月游泳池的租金就收超过大票20万。有一寡厝主也会家己定一寡摄影的大小、人偌多，也有是毋是人啉酒的限制，才袂去吵到厝边。We have a waiting list now for thousands of listings that ranges from private tennis courts to private home gyms, home theaters, private beaches, petting zoos, music studios, you name it. 目前，这个平台伫咧美国、加拿大、甲澳洲，总共有15000座私人游泳池，会当互你景。验证所在内是锁定家庭的健身房、球场、加工作室，要开创共享的新的经济模式。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所以关心今仔日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中部温度上加26度，上悬33度；南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外岛是26度至34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